今天是俄罗斯啥给吃这了？哦，那做西瓜，那手机所以说有南瓜甜了嘛，什么样？那做西瓜大嘛，那做西瓜大嘛不都6个嘛抓了，5两嘛抓了，我来那边那做西瓜大嘛不是什么？我散了，我散够了。俺们白起的大概三个白起的个嘛，1三块的嘛，1 kg 嘛，1 kg，你心里把它都差不多。那么刚才这个的，对个的，1三比例的多少嘛？这个，再吃出去嘛，再出都就习惯了，再便宜个嘛，再平要再3个的嘛，对吧？再平方不都，白起的方不都，个就是1三个就对，再多比就。嘛个，包括对3把头，一说起跟俺们3边嘛是把3把头，俺们俩都做过的，你嘛说过的。我来俺们白起的那边再平方装不都，艺术装不都艺术的给他说。这个一说就是人集体年龄了，出不听皮毛大路，皮毛大路，皮毛呢最的西洋不嘛就是科学嘛不，你嘛的西嘛就是钱都讲不，这个我啥行的时候一说就是在你们说的在哪个了？你说集体年龄，你西嘛就是皮毛，就是皮毛，你嘛的嘛就是科嘛都讲你的嘛你不你嘛。嘛可浪的，我不知道，除了你专门不会做事，而且我查的，那从我上来我查的，我上面家看不他，假如是我，我啥代理你都跟我是。要面，我们目前的现在，这卡过，几千但是根本没有，我的话你看。以前的那500多，俺那嘛没有麻将，500多麻将嘛，以前的没见过。那在一年往里这看的加入从外边的去，这看过几千，但是我都忘了。这一年加入我这嘛多大，我这边可以干一个嘛。那在我是不懂啊。那主要是我不懂啊。我在我客家用啊的，说的是这东西，我让我去看嘛买个，我这边给我那个，要交给我，弄嘛，我咱这边用啊，要么俩可以不说俩可不了不，你嘛的不，你嘛觉得嘛去看我嘛，嘛交给我呢，就去看了呢，我不都嘛去看着那嘛了，从在明年我3条腿就话，之类有啥的嘛就干。那从现在在厂里当公司面对多职务上，再去自个自，加入自己，我们回过来，来了，不知道。在转移嘛，转移嘛，那都在。不把那个应该也这么的。好像是一模，我在这里讲嘛，一模头上。我没转过去之后，我杀了，这个人呢？都别提什么体质，做了10岁什么你说我就会把你做了，你做你做。哎呀，那这天懂了，吃了点又把钱带了的。那么好，你主要是我都别这个，俺们这国里主要是一个。这么好的搞哎。
说哈密都是吧？就前面给妈他都别给了，给活的那是。另外的吗？说我被马咋定了？出入地方是这样说毛病了。哎，咋的？也一会儿说立腿同时立。啊，说是人妈妈的钱嘛，当然不哎，那就是这个当然了，技术呢，艺术那块嘛点台，艺术的技术那块点台，嘛就是一多了，嘛就是啥太多了，看这嘛，一年嘛是了，这嘛这一嘛够了，过来，过来什么？就是那块点，就是那块点，那就是过一个个。哦，就是我那块点不都，我那这个就是。忙啊不，然后一点中间出来呢，那都是瓜子肉。我们呢，那都是瓜大那些，那就是那家那都是瓜大狗，知道吗？外面忙瓜大，即使你有那块的，就是那点，外面有呢就是那块十块钱，十块嘛钱，上不头，那都是瓜大的有什？我忙瓜大的，忙啊，要我忙对呀，对了，对不对？那都是嘛，我大单那里，现在都不得不啥个金啊嘞。哎，还有个说，到，哪个地？艺术在可以了的，妈妈，艺术在几个的，我们在不里嘛是喽，这个也是在这里嘛是喽，是在不起不嘛，不是的，不其他就不喽，妈妈，我那艺术那块可以了，妈妈你艺术那块嘛可以了那话呢，我的那第二个，我那个马吉那嘛，马吉嘛在马吉那嘛才不一样啊。这嘛在云南嘛才多年嘛，我的一天是才多大，才多少了？我的给嘛要才就花的嘛，你花就花的。只有给他们就花么，他们才就花么了，或者你花就花么了，对吗？为啥不？包那给嘛的，你花就花钱嘛。小什么？妈妈，没有闲钱，自己呢，闲人在闲嘛，闲人在吃。不管现在就拿嘛，钱就在钱。皮裤啊，皮裤子都做到不说，像我带家们呀，钱就在吃的，钱就在别吃的。家里嘛，家人呢，家里嘛呢，不说的，是的，我今天做的，还差不多买家了的，嘛钱就在吃呢，不管现在是么的。我可是从就在面吃了哇，我的呢，我们的话。呀，我没有，我也是在节目，因为你没节目，我们那也是在节目，刚才节目就话是，下来我俺是我没有那个意思我们也是在节目，一说你话就接，你话接的，就是那话的话题，你自己话题的话的没得东西，像不像老你说起老人对吗？不用。我们像不像你差不多的下去，一说让你一说的下去，我差不多让你一说的节目的人，他们结果报我们有的人，我们有个有钱人，我们不啥的，你花就花钱嘛，有钱嘛去嘛，对不对？之前都有的时候我把这钱不就是给在我自己的穿了吗？你花就花，今天妈妈了，妈妈，你是不是该我啥天过了一样？你花就花，你妈妈是不妈带着的。你花就花对我嘛，我啥的对我嘛，然后我再来。我啥的对我来说也是在觉得我啥的对我来说怎么样？这个我们也抓了，外面你啊，懂吗？你啊，为啥呢？一说起那个，嘛起码做一年休息，我觉得呢，他这个来话一说起那个。他们说带大的，够了我管了，就够了我说过呢。
一点是干嘛关系？没有。嘛，那你一点是关我上面都到这里去了呢。苗花哥干嘛关系的？可知的呢，我在那有点难受。嘛，你嘛说我70岁了嘛，嘛哥来那里，前面这些有啊，那但也就是啊，这个在有个方。那个咋说？哎，我现在呢，我啥的马上有点马上了。外面下面没说呢，我啥的都了，这里现在202的。之所以说南瓜都能够，别说呢都能够放下去，都能够不嘛样嘛，起码什么或者花几百元都能够。懂吗？你说之所呢？下工我一个瓜嘛，这个我抓你，这嘛做瓜嘛，你说那瓜点说呢，给你一句嘛，做瓜嘛的嘛，是了，给你一点你嘛啥瓜？我讲有没听啊？不三听啊？三听知道吗？有想法去咯，爸妈让你做到哪里有想法去，我啥让你做到哪里有就行了，我啥一点就应该吃我换的。我是说的，我热嘛我啥都嘛见嘛就嘛，是不是说你嘛有呢？最就热嘛，在有没得？最近嘛见，有嘛可久，有点一出班子，有点一回来不打，你下酒单也下回来不打，绕路这中间绕路都回来不打，就是最近个打，懂吗？有人回来不打，咱们回来不打，人一说嘛晓得，嘛到。或者说呢，差不多个的，或者说呢，把些菜呢，越个过来本地就交了，过村里就交了，懂吗？俺们一说嘛有大什么，过村就交的钱就没得。我不是我没多少那3年嘛，我没做过来那3年嘛，我得在什么？没在3年可久啊，多久啊？3年一直带了多少？那个一说热嘛，给最热嘛，毛啊。嘛是的不，一说第二说呢最热热了，我那边一说嘛第二说呢最热那边，一说嘛热或者前面呢，弄嘛。